Hello，大家好，我是加密九哥。上期节目呢分析了关于 Web3社交内容聚合平台，今天来分享有关在 Web3.0的跨链 Gas 会的一个项目。那这是一个专注于解决用户转账消耗 Gas 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早期的项目。那如果呢你喜欢九哥的频道呢，可以加个关注，同时呢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一起交流。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项目呢，是跨链 Gas 基础设施 Gas Utopia 的一个Web 3.0的一个项目。它是为多个公链的网络建立了一个即时、低成本、免费的这样一个交互环境的一个建立的一个基础。目前我没有看到，这是它的一个官方的一个网页Gas Utopia。这是刚刚上线的一个网站还是比较新的。Hello World 一个 Gazelle 的一个 USDT 它们是1:1的一个对标的，只不过1:1的这个价格是1:1的。这下面呢我们有看到这个Gazelle as USDT USDT 还有等等等等，你可以是这个代或者这个 BUSD 等等等等其他的这个稳定币。Why choose yours Growth Chai 等等。好，那我们大概的了解一下这个项目。目前呢，他们推出了这个通用的 Gas 代币的 Gasio 就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锚定美元的一个代币。随着 Gasio 的上线的 Web 3.0的用户跨链交互时呢，不再需要原生的这个 Gas 代币将被 Gasio 呢这个代替并扣除，并且它将支持多达50个公共区块链的一个网络。那 Gasio 不隶属于这个其中的任何一个公共区块链这个所有，也就是它的 token 不是任何一个公共区块链的这样一个代币。在使用的一个场景中呢，将根据各个主链的 gas 成本，实时的计算出跨链所需的一个 gas 费用，并计算出需要 Gasio 的一个数量，并进行一个消耗。也就是在这里的话呢，我们不需要再去使用原生这个 token 呢，就可以将我们钱包的资产进行转出或者转出。也就在之前的话呢，我们在不同的这个公共区块链的这个网络当中呢，我们如果要去转出资产的话呢，我们需要这个它的原生的一个 token 代币，比如我们的以太坊，我们就需要以太坊作为 gas 费用。比亚链呢叫 BNB 做 gas 用，然后呢，其他的链呢一样的，都是需要使用它的原生的这个代币作为一个消耗的。那现在呢，通过这个 Gas Utopia 呢，它将这个协议呢，它会直接发扣它的这个原生代币呢就可以了。比如我们这次呢，我们转出一笔资产需要$1，然后呢只需要扣掉一个 Gas 就可以了。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作用，解决了用户的一个跨链的一个转账的一个问题，一个 gas 费用的问题。当前的 Web 3.0的发展空间呢已经被各个公共区块链所束缚。因为呢在各个区块链上的这个 DApp 呢被公链呢所分割。Gas 支付呢需要其中的一个原生的代币，这就像是在各种生态之间呢筑起了一道宽阔的这个护城河，让每个生态呢成为一个孤岛让 DApp 呢失去了这个full操作性，信息呢被包裹起来了，这也为 Web 3的到来蒙上一个阴影，这将导致用户的一个体验呢非常的差，而且会这个 Web 3.0呢可能因此而发展的缓慢。所以说，目前呢，我们虽然说有很多公链，但是它每个公链的这上面的一些信息它是不互通的，还包括它的这个每一个 DApp 它不像不会进行一个这个应用之间它没有那么的友好。比如说我们用这个UVM 的这个钱包账号，我们就没办法去登录这个索罗纳上面的这个应用它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互通的。也就是没办法进行一个可复操作性。
我们一个账号呢不能登录到不同的比如我们一个钱包地址，我们可能就不能通向所有的公链上的一个账号了。比如我们像还有一些这个记账式的一个账号式的这样一个啊、这个公链，比如说像 US 这种的，你用这个UM，比如这个钱包地址可能就没办法去使用它上面各种生态的代铺啊，所以这样的话这样的体验的话可能就非常非常差了，可能甚至会很多很多的这个公链上面呢可能会因此失去很多的用户，那未来肯定是公链之间的一个竞争了抢流量的一个战争可能会接下来可能会因此而拉开而且的话呢，用户呢会经常担心 gas 费的问题，那必须而且只能用这个原生代币的支付，Gasio 呢解决了这个问题。那目前呢，这个Gasio Topio 呢跟这个Bitcap 呢已经达成了一种合作。Bitcap 呢作为这个 Web3 的钱包之一呢，加入了72条公链，以提供了更丰富、更全面的一个用户体验。这也意味着用户面临的72种 gas 费的问题，也就相当于我们要去购买72种这个代币。Gasio Topio 呢可以为多网络之间的价值转移提供了解决方案。同时，通过此方案呢，可以降低用户使用门槛和开发人员进入 Web 3.0的一个元节。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个方式的话，它为用户呢提供了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访问的一个空间和访问的一个体验。因为通过目前呢，我们去访问不同的应用的话呢，我们可能需要切换不同的这个啊、网络，而且我们需要支付不同这个网络的一个 gas 费用，都是需要使用的这个它的一个原生的一个代币当然了，有一个呢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在之前的 Tero 的话，它上面转的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UST，也可以使用 Tero 进行一个这个 Luna 进行一个支付。但是呢，目前这个发生了一个黑天鹅事件之后呢，关注度就小了。那么 K，那么呢 c a s i o Topia 呢目前呢他们已经从这个 Bitcap 呢获得了一个300万美元的一个融资，那作为专注于 Web 3.0的一个多链钱包的一个开发，那这个呢也是 Bitcap 呢在基础设施里面的第一笔投资Bitcap 的创始人 Kev 呢表示Gastopia 呢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希望更多的道呢机构呢进行合作，共同打造更好的 Web 3.0。在2022年的上半年呢，Bitcap完成了由蜻蜓领投的一个1500万美元的一个A 轮融资，估值是1亿美元。对于 Gastopia 的未来的表现呢，值得期待因为这是一个目前应该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是一个独角兽型的一个项目了。因为在这个领域呢，目前好像还没有哪一个项目在专注做这一块的。那这个呢，应该是第一个做的是这样一个跨链的一个盖斯费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呢，这个 gas happy 呢，它如果解决不同公链的一个转账 gas 费的问题，那未来势必来解决了用户在钱包无原生资产转账的一个难点，同时也会让更多的用户呢会去使用它，那么它的升值空间就会非常大了。针对目前的赛道呢，就像我们刚刚说，它是一个独角兽的一个存在。那至于未来如何呢，需要保持长期的一个关注。当然，这个 Gasio 呢，值不值得持有呢？我认为这个需要看自己的。当然呢，我们需要去拥有它，因为我们如果说为了我们需要去转账，但是我们账户没有这个 Gasio 的话，我们可能就需要使用到原生的资产了。所以说，拥有的和持有的是不一样的。持有也就是作为长期投资的，拥有的可能就是使用它这是它的一个实用性和时效性。所以这个呢项目呢，我认为可以去值得关注那未来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什么机会了？这个就不知道了，因为他做的是解决盖税的问题，那也有可能你长期参与的，他未来会给你啊，在你的钱包里面给你投2个这个 token 给到我们钱包，也有可能啊。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
同时，如果大家喜欢九哥的频道呢，也可以加个关注顺便动动你的发财的小手，点个赞，九哥呢将非常感谢。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